顶一集，料理救援队拄到料理进化队的高型乌大，伊起笑掠狂，搁甲神奇食谱舞甲嗨去。好佳在，料理救援队受众人的帮赞，完成好食的料理，互受害的人恢复本性。不过刷落来，料理进化队毋知阁会做出什么歹代志。斗阵行手牵手来做好朋友，唱歌跳舞无管都轻松自由，大家来手牵手，咱是好朋友，请你甲我做伙唱快乐的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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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唱一条歌送予上喜意的你。斗阵行手牵手来做好朋友，唱歌跳舞无管都轻松都自由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大家小酒来去食饭倒。恁看，仪器检查出这粒万灵果有无正常的反应，这已经毋是原本的万灵果啊！就是用这款碧桂卡手的万灵果来煮料理，才害人各样。哪会安尼？遮尔滋养的万灵果变过卡手了后，所以产生无好的效果。我会加入料理进化队，就是因为狗仔阿基讲，想要互更较侪人知影万灵果的好处，我当作是咧做好代，才加入的。唉，乌大的，免看心啦，你会当恢复元气较要紧。真歹势，无想到食万灵果会害人起笑掠狂，搁甲神奇食谱舞歹去。校长，神奇食谱敢有法度修理？神奇食谱无法度搁好叫好食物甲食材啊！吼，即马爱靠料理救援队，甲感动人的料理写入去。料理救援队，原来恁拢伫遮。细粒子，你哪会走来？听暗公鸟校长讲，神奇食谱互破坏去啊！我想讲，恁可能需要斗3工，我就坐补补过来啊。细粒子是真上叫的记者，的确会互咱真大的帮赞。对啦，拄则我有看到好啊啦啦呢。真是嘞，好啊啦啦，即马伫倒位？好啊啦啦，即马伫。7目呢都无看伊的人影。哈，安尼细粒子，你敢有其他的线索？拄则我伫街仔路发现好啊啦啦，就对伫伊的尻川后。毋过巷仔内人伤济，煞对甲无去。伫遐有看到大少大的病仔，内底有椅道、大舞台，阁有传料理的所在。听你安尼讲，敢会是办桌伫请人客？是啊，台湾传统的办桌文化，现场会有总铺师带头的团队，或者传澎湃的料理，互参加婚礼的亲情朋友做伙坐桌食青草。若是遐的食物，互变过骹手。安尼，咱一定要去主动因。细粒子，你敢袂当带路？好，我带恁去。哇，这就是台湾传统的办桌，真新鲜。甲掺入去鸡汤内底，互大家试一个万灵果的厉害。生米入去内底。哇，有够热热，遮济人。细粒子，你遮一粒仔囝尔，无怪风客甲歪腰，人对甲胖见。恁看，有少济青草要上桌啊，咱爱好好学一下。这规道的台湾菜，拢有无共的意义哦。第一路冷盘，五福临门，代表新人结合做伴的意思。红锦米糕祝福新人子孙满堂。鸡汤毋望起家圆满，风肉就是大风，有升官的意思。还有这尾鲈鱼，有青才甲用吹。阿公，你知影无？
我简单知影，我喙暖拢滴甲龟头骹。哦，你真无卫生呢！这的料理拢是要互人客食的，千万唔通低调。这龟头顶澎湃阁好食，祝福新人起家圆满，白头偕老。啊，这鸡汤真好啉，好大人！遮个人看起来怪怪，一鼎乌骨鸡汤、炼汤都乌乌乌，一定互变过骹手，咱去灶骹看卖咧。拉拉，你哪会伫遮？恁看，拉拉手有提万灵果。料理叫团队，恁敢有看到万灵果的厉害？大家啉到我特别做的乌骨鸡汤，拢鼻头开呢。看起来伊甲乌大的共款起笑掠高。啦啦，紧清醒啦！大家拢真介意我的料理，啉啦啉啦，啉较济咧。爱想办法传搁较城人的料理，互大家清醒才会用伫。毋过，即马神奇食谱无法度使用啊，要安怎才好咧？料理救援队恁拄着麻烦啊，我来斗相共。这声音是伫阿婆，你哪会伫遮？校长烦恼恁，专工派我送特别的食材来甲恁斗相共。哇，这的是干贝、香菇，阁有乌鱼子，伫阿婆，真多谢你。免客气，做恁摕去用。阿雪，你看，有遮赞的食材，咱用心传的料理，一定比鸡汤较好食。毋过，简单有好的食材，嘛无够时间，通做出会使代替鸡汤的倒菜料理。是校长。料理救援队的队员，大家好。校长，补补炸来的时钟是要做啥路用？这个料理时钟是我上新的发明，会使缩短料理的时间。多谢校长，安尼料理就会使较早煮好。阿雪总铺师想要做啥款的食物咧？咱做伙来完成。咱来挑战杂菜卤甲配烘乌鱼子看卖咧。好。哇，有够香！我想要食看卖咧。免紧张，这边还阁足济。啊，用心传的料理，真正足好食。神奇食谱有反应啊！咱赶紧甲料理写入去神奇食谱。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地。好片的芳气，刷脆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生意加水甜。咱若身躯顶神秘的记号无去啊，就搁恢复伊的本性。拉拉，你有要紧无？本来是好意，要互大家食万灵果试看卖咧，无想到食伤济，煞失去心神，我心肝足艰苦的。啦啦，莫艰苦，阮拢知影，你嘛无愿意安尼。我阿姊，我甲你呼呼咧。我无要紧，多谢你。料理进化队的其他成员，唔知会阁做出啥物代志。咱一定爱赶紧找到因，阻止因做歹代志。即摆料理救援队因为设立子来斗相共，找到料理进化队的成员拉拉，阁因为迪亚阿婆甲校长的帮赞，完成好食的料理，互受害的人拢恢复本性。料理救援队刷落来要安怎做？食好饱有精神，才阁继续拼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教我阿公。料理救援队的第二集有讲到台湾澎湃的板凳文化，真正是足有特色呢。阿公，你对人去食板凳足新鲜吼？
了解台语相关艺术进前，请大家先订阅呆呆 Friends 的 YouTube 频道，甲马种牙起赞，佮爱甲影片分享予所有的亲戚朋友看哦。即摆放假，咱看到真济台湾味的手路菜，亲像红金米糕、鸡汤、杂菜卤，佮有乌鱼子，就是猪仔泡提供予料理救援队的高级食材。逐当嘛到冬季即卡刀，乌鱼拢会火油落人生卵。人讲冬季食乌当着时。乌鱼嘛是台湾重要的渔产之一，佮号做台湾的乌金。因为安尼，甲乌鱼相关的俗谚嘛真济，像咸水乌、开赢鸡肉苦，就是咧讲较早鸡肉无俗，毋过乌鱼子比鸡肉佮较贵，用安尼来形容乌鱼子高级佮好食。若到过年时，毋管是要送礼，还是家己食，拢真适合无。阁有一句谚语讲：卖冰酒杯去买乌鱼。除了在讲乌鱼好食，人人爱，嘛用来偷世人小贪，袂晓拍算，结果开愈侪钱。阿公，你嘛足使食诶，千万袂使安尼哦。即摆的新角色拉拉是一只好。今年拄好是好年，祝福大家欢喜过好年，平安好过年。料理救援队发现料理进化队早来的万灵果是防变过卡手的，因定着爱找出进化队的成员，阻止因做歹代志。即摆因为碰瓷设立子来斗相共，找到伫喜宴会场作怪做歹的拉拉。料理救援队因为校长甲猪仔阿婆的帮赞，做出好食的杂菜卤加火烘乌鱼子，因用心传的料理，互受害的人拢恢复本性。阿公，刚才有恁料理救援队赶到位，该叫大家刷落来，恁阁爱继续找出料理进化队的成员，请继续加油哦！做伙来溜。板的红金米糕、鸡汤、杂菜卤、乌鱼子。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哦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来继续看落去。